你係咪都覺得腰酸背痛、膝頭痛、頸椎痛？呢啲係老人病，年紀大先會中招。如果你咁諗，就大錯特錯。我哋診所越嚟越多年輕人求診，20幾、30歲就已經有呢啲老人痛症。今日就同大家拆解老人痛症年輕化5大元兇。先講下邊幾種老人痛症已經靜悄悄殺到埋身。長期低頭用手機，頸椎承受壓力係正常嘅3至5倍。低頭60度，頸椎壓力高達27公斤，等於有個7歲小朋友坐喺你條頸上面。頸椎退化已經唔再係中老年人嘅專利。返工對住電腦坐足8個鐘，坐姿壓力係企嘅1.4倍，加上坐姿唔正確，寒背、挨側一邊，椎間盤長期受壓，好容易突出。突然加操跑步，做 gym 姿勢錯誤，或者體重增加，令膝蓋負擔加重，都會令膝關節提早退化。狂煲劇、打手遊、長時間用滑鼠，手指同手腕過度使用，引發肌腱發炎。媽媽手已經唔係媽媽嘅專利，長時間坐喺度，臀部肌肉緊繃，壓迫坐骨神經，引發腰痛、腳痹。喺中醫角度，痛症唔關年紀事，關乎身體狀態。年輕人雖然年紀輕，但有以下問題一樣會痛。第一，氣滯血瘀，長期姿勢不良，缺乏運動，令氣血運行唔暢，經絡阻塞。中醫講不通則痛，氣血過唔到，自然會痛。第二，肝腎虧虛，熬夜、壓力大、過度勞累，會損耗肝腎精氣。中醫話肝主筋，腎主骨，肝腎唔夠，筋骨就失去濡養，變得脆弱。第三，寒濕侵襲，成日飲凍飲、吹冷氣，寒濕之邪入侵經絡，令氣血凝滯，關節僵硬疼痛。所以年輕唔係保護罩，壞習慣先係元兇。如果你有以下任何一個情況，就要留意：朝早起身覺得條頸硬咗，轉動唔順，甚至轉身都有難度；坐低超過半小時，起身個隔條腰冤痛；行樓梯時膝頭有刺痛感，或者上完樓梯覺得膝蓋發炎發脹；手腕或手指用完之後覺得痛，屈伸唔順；久坐後臀部或腿部有麻痹感，好似有蟻咬。中咗一行，代表身體已經開始發出警號。不過年輕人氣血常足，恢復能力快，治療效果比長者更好。同樣嘅痛症，後生仔醫1個月可能見效，老人家可能要3個月，所以愈早處理效果愈好。如果等到老咗先醫，身體機能已經下降，治療難度同時間都會增加。